太平山下事事關心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Q 仔、季思傑、李家豪智取太平山。好，嚟到星期三，今晚都係未有家豪。我哋上個禮拜呃咗啲聽眾，家豪去咗邊咧？家豪去咗公幹啊！哦，公幹，做咗啲要務在身，幹咗好耐噶咯，私幹。唔係去咗做援交啊！啊，男仔啊，另男仔都可以做援交，唔一定女仔。即係冇分過呢啲性別嘅嘢，有咁嘅市場就自然有呢啲服務噶啦。男仔可以食兩條路添啊，係嘛？係啊。不過而家講開個客源闊啲，因為而家個熱門題目就係，因為有個即係靚妹咧，俾個變態嘅殺手殺咗啊嘛，就因為援交有關。咁突然之間呢一個咁嘅話題咧就炒熱咗。即係傳媒都好似好關心，跟住咧就係即係政府而家又出嚟講，好似做禁毒一樣啊！聽講話今日最新嘅講法就話，可能會考慮立法去管制呢個網上嘅即係援交啊嘛！咁啊，阿李兆剛話唔係援交嚟嘅，啲其實係網上賣淫，所以就要管制。其實佢話立法咧，真係多餘嘅。嗰啲法例現行嘅法例已經有㗎啦。係現行嘅法例，其實你基本上就兩樣啊。我就覺得係個政府諗唔到做啲咩更，就話我立條新法例，將原本已經有法例可以執行嘅嘢咧，又話去重新去做，其實真係冇嘢做。你講翻原本法例，我覺得而家嘅法例其實係有啲問題嘅喎。你覺得問題喺邊度咧？嗱，兩個問題啦。第一，你喺香港即係召妓唔犯法嘅。係香港召冇一條法例管召妓嘅，係嘛？賣淫其實都唔係犯法，賣淫都唔犯法，但係你唔可以嬲人嚟。但係如果你有使人哋作不道德嘅行為咧，就犯法。但係其實就多餘嘅，兩個人一買一賣冇可能唔溝通嘅，梗有人有屎嘅喎。咁另一個就係話，所以咪要放所謂依靠即係其實賣淫為生又係犯法。即係呢兩條係啫嘛。但係我覺得兩條嘅法例其實都好有問題咁就。冇辦法㗎，你即係你要捉嘅話就要放蛇咯，唯有咁咯。係咪？但係。其實呢個所謂依靠妓女賣淫為生咧，即係如果你嚴格嚟拗嘅時候咧，你諗下，如果一個即係家庭裏邊有個女仔去賣淫，其實屋企人都拉埋，屋企人咁最依靠妓女賣淫心啦，包括自己仔女係咪先？唔通拉咗仔女去啊？Q 仔，你講緊嗰啲真係去賣肉，即係支撐屋企嗰啲喎，有好多都唔係喎，依家。當然係啦，咁但係咁講啦，有真實個案，即係就唔係我哋噏出嚟嘅，因為你琴晚咧。就啱啱咧，我話即係揸啲翻屋企聽李維寧嘅節目啦。咁啊，琴日就有一個即係民建聯嘅即係所謂義工啦。即係原來我係非常之關心呢啲網上援交嘅問題，所以特意咧就經常咧就上網就扮嫖客，咁就識佢哋翻嚟。係即係然之後就苦口婆心勸佢哋唔好咁做啦。即係輔導佢，我唔知係咪有能力即係勸導啊。總之咧輔導佢咁啊，終於咧就琴晚就有一個非常之勇敢嘅即係援交，都唔係少女嘅23歲啦，即係佢係親身即係現身說法咁啊上去，即係好似嗰啲即係教徒講到咁樣話俾人聽啦，我過去做錯事就要唔好再做啦。咁佢上去就講咗即係成晚，咁佢話自己即係而家23歲、22歲嗰陣時咧就做過5個月，咁但係啱啱佢個例子咧正說明咧，就唔係而家邊報章講咧就話即係好多靚妹咧就因為為咗買名牌啊，即係覺得做援交咧唔係咁大件事，所以做。佢嘅 case 唔係佢 case 完全好典型啊，同過去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一樣啊。經濟走下坡，就因為突然之間屋企咧就出現咗變故，即係老豆因為即係工傷開唔到工，屋企有債務嘅問題，所以咧就頂硬上出嚟，即係做即係援交做咗5個月。咁當然佢話嗰個經驗就即係好痛苦，因為期間都遇過好多暴力事件嘅，甚至係俾人走數嘅。咁好彩唔係好似嗰個16歲個靚妹咁嘅，命都冇埋啊，命都冇埋啊！咁同埋佢即係覺得仲即係好大陰影。咁同埋根據嗰個民建聯嗰個義工講啦，佢接觸過嗰啲即係所謂援交嘅女子咧，其實咧約莫應該係大概係1/3啦，就可能係貪慕虛榮啊、貪買名牌啊。其他2/3咧，實際上都係因為係經濟問題，即係有錢嘅嘛。有啲人甚至係因為做呢樣嘢去交學費。即係維持家計也好，即係各方面都有，即係基本上都係一個經濟問題。其實係冇改變到，即係同過去即係60年代出嚟做、70年代出嚟做、80年代出嚟做。喂，只不過唔同年代呢邊出現嘅形式唔同啫嘛。但係應該記唔記得80年代我哋曾經都有一個好大嘅爭議，嗰陣關於靚妹仔啊。我唔記得，我好細。你可能太過細嗰陣。喂，嗰陣係第一次，即係有一個關於呢個咁嘅道德主義嘅爭議問題。喂，靚妹仔好似係蕭生拍嘅，知唔知啊？蕭生拍嘅。溫碧霞嘛？溫碧霞有個林碧琪啊，林碧琪就拍咗一套之後就冇拍啦。溫碧霞仲有一個唔記得邊個咧，後來溫碧霞到而家已經變咗係中女啦，40幾歲啦。但係當年嚟講咧，
就靚妹，而呢一個靚妹出現嘅時候咧，就曾經引起一個好重大嘅爭議喎。因為點解當時咧，即係蕭華佢哋做教協咧，又係覺得即係阿蕭若元呢班友咧，民進呢班友拍呢套咁嘅戲咧，就係即係點啊？即係某個程度上好似係煲大咗呢件事啊！即係令到好似咧，即係委員長，其實嗰陣當時嚟講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，係好普遍嘅，即係好多靚妹咧走出嚟做，即係司中也好，或者做即係當年輕嘅所謂魚蛋檔啊，即係做魚蛋檔啊，即係出嚟揾錢。結果咧，教育界嗰啲咧就係哇，當場即係嘩然啊，即係覺得呢啲唔可以接受啊，青少年被荼毒啊！喂，同而家講網上援交嗰個情況一樣啫嘛。去到90年代有老泥妹添啊，係後來有即係老泥妹啦。其實你之前即係講真喺80年代，如果你知道當年嗰個社會情況，啱啱80年代香港就係即係可以講翻轉頭咧，就係最黃金時代嚟講。你知唔知喺80年代裏邊其實係嗰啲影視圈啊、名人界啦，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普遍嘅風氣啊！即係你知道當年嚟講，等於而家大陸嗰啲人發達即係嗰啲佢大款，喺當年嚟講咧，出嚟咧所有頭面人物啊！要落醒啊！全部都唔係啊！即係去玩嗰啲旗幟咧，去夜總會嗰啲咧，其實個嗰啲明星嘅名人咧，即係夜晚都有一個即係，其實嗰係一個 common social practice 嚟嘅。如果你唔係咁做咧，就你唔入流嘅，即係唔係身份，就係一定有條女嘅，一定。哦，一定有條女係出嚟咧，即係陪上，你唔會帶老婆出嚟嘅，明唔明啊？即係譬如你夜晚去，即係當然晚晚都係夜新哥食飯啊之類嘅應酬啊做生意，但係晚晚咧都會帶一條女出嚟嘅。個個明星都有嘅，真係。係個即係 practice 嚟喎，咁而喺當時嚟講咧，好多啲後生女咧，其實已經係做緊援交。哦，你意思即係好似依家啲明星一定要有個助理，唔係出嚟就好失禮咁啦。係啊，個個都有嘅，即係你數得出嗰啲，我唔知阿蕭生有冇啊？即係當時你其實個個都有嘅問題，即係我今日成日撞到嘅問題，即係因為如果你當年嚟講夜晚去蒲咧，即係其中一個蒲點啊，而家冇咗啦，就係長安中心嗰個希爾頓啊，即係夜晚嗰個 coffee shop 咧，你夜晚嗰度咧好多嘢睇嘅。我都見過，唔要看啊，拖住條女，即係你啱啱翻咗香港，全部有嘅真係，係啊，即係全部都有，因為喺個 party，我嗰陣都有個女朋友，有個女朋友咧，佢係識好多女仔咧，係做呢樣嘢，有一個係黃霑條女嚟嘅。原來當年嚟講咧，黃百鳴咧，全部都有啊，個都，因為嗰係一個變咗一個 social norm 嚟嘅，係一種身份象徵，好似發一達要戴個金撈咁樣，或者買個 Benz 咁樣。咁嗰時咧，除咗戴金撈買 Benz 咧，就拖條女出嚟啊。咁嗰條女咧就係即係，如果你帶老婆出嚟就唔似樣啊，拖條女咧即係先至咧，即係表示咧，即係你係一個成功人士。其實嗰陣時已經有援交已經係，但係當年做援交咧，當年做援交可能個情況好過而家，即係唔使好似而家咁慘啊！即係如果唔係，因為嗰陣時富裕啊嘛。等於而家大陸一樣啫嘛。你有冇聽過大陸嘅順口溜啊？大陸嘅順口溜都改變咗，知唔知啊？以前大陸你如果去北京站玩，啲人講就話大陸嘅一流美女。就係漂洋過海啊嘛，二流美女就港澳珠海，三流美女先係北京上海。而家調轉嚟㗎，一流美女北京上海啊，二流美女先漂洋過海，三流美女咧就先至係港澳珠海。所以而家你過澳門玩咧，冇乜靚女㗎，全部流嘢嚟，啲三流咁嘛。喂，佢而家好簡單，因為大陸發達啊嘛。如果你係靚女啊，即係喺大陸一出嚟俾人包圍咗啦，因為啲高官或者高幹。同樣啫嘛，喺80年代香港最興旺嘅時候，啲靚女邊度使出嚟做嘅？次一級先翻中國城同大富豪啦。個情況咪同啲大閘蟹一樣咯。係啊，即係最靚嘅大閘蟹以前嚟香港先噶嘛，依家最靚大閘蟹留翻本銷噶嘛。係啊。所以其實如果你而家講援交問題咧，反映一個現實，就係其實咧，就算香港去呢啲咁嘅，即係你話賣淫好，或者係咩都好啦，其實係一個貧窮化現象嚟啫嘛。即係話佢根本已經唔好話一出嚟就已經係有啲即係名流明星，因為你知道而家香港啲名流啦，譬如以趙世珍為例啦，佢都唔玩港女啦，即係玩啲即係大陸妹一平啲啊嘛。佢慳皮就係人都知啦，都唔係啊！我都知道有啲有錢佬咁都喺深圳係包嚟北京。我都好少聽有錢佬係借首飾俾女朋友戴嘅，佢都係真係創先河。所以其實呢個係講呢個問題，就係一個貧窮化現象嚟，搞到要做個體戶啦而家。因為你以前嚟講咧，一級嘅就可能已經俾晒啲名人包晒。喂，次一級啊，都起碼做富城啊、大富豪啊，做中國城揾到錢啦，一個月揾10萬、8萬或者10幾萬閒地啦。同埋真係靚女，你翻工一出嚟，中國城已經俾人包咗一個禮拜，唔使翻工啦已經係，使唔使佢而家咁折墮要喺網上做援交？所以其實呢啲再重複講得到一主要問題，證明啊，我聽阿李雲講嘢，第一佢真係佢雖然係女性，但佢完全唔了解啲姊妹啊。
嘅情況，佢梗係好命啦，即係可以喺商台咁啦，即係可能8萬年薪啊，唔唔係噶，李慧玲好多嘢都唔了解嘅，唔單止。